你哋好啊！見到你哋着住彩虹校服，你哋係咪鑽石山靈糧幼稚園嘅學生啊？係啊，我就係呢度嘅校友啦。今日學校放假，而家返去靈糧做小老師，有冇嘢幫到你哋？我哋今日嚟想訪問學校，想了解一下鑽石山靈糧幼稚園嘅校園生活係點樣嘅。冇問題，等我帶你過去啦。嗱，呢度就係鑽石山靈糧幼稚園啦。陳校長、樂副校長，早晨。早晨，歡迎你哋嚟到鑽石山靈糧幼稚園。今日學校為你哋準備咗豐盛人生大富翁嘅成長學習體驗。每一個靈糧小朋友都可以參與晒所有嘅活動，只要你哋願意鼓起勇氣，提起腳步，就可以勇往向前噶啦。好得意啊！千變萬化再靈糧，事不宜遲，我哋入去玩啦！好啦。學校嘅活動好豐富喎，呢啲係分區活動，老師設計多元化嘅學具同埋遊戲，好好玩噶。係啊，小朋友返學嘅時候可以自由選定想去嘅地方，以 plan、do、review 嘅模式進行學習。透過親身嘅體驗、積極嘅探索同埋勇於創造嘅過程，最後就會獲得豐富而難忘嘅知識噶啦。呢個係我最中意嘅自主遊戲啊！我哋同朋友仔一齊喺輕鬆嘅環境裏面，運用低結構嘅物料進行建構，真係好好玩。唔單止可以發揮好多嘅創意，仲學識點樣同同伴相處，表達意見同埋解決問題，情緒智商同埋逆境智商都大大提升。媽媽，啲小朋友上緊音樂堂好開心喎！我記得學校會有好多特別嘅樂器俾我哋敲奏。係啊，學校係採用奧福音樂教學法，等小朋友可以透過唔同嘅活動去感受音樂同埋節奏。我記得你讀高班嘅時候，仲參加咗高班嘅音樂會添。你當時唱嗰首歌感動晒啲老師同家長，仲令到你從此愛上唱歌同玩樂器添啊！文燕哥哥啊，你可唔可以請聽我讀啊？可以啊，你讀咗俾邊啲人聽啊？我讀咗俾老師聽，仲有爸爸、媽媽、爺爺、嫲嫲，我連樓下嘅管理員叔叔都有讀俾佢哋聽啊！哇，咁你都好叻喎，主動讀俾其他人聽，你一定儲齊好多閱讀襟章啊！こんにちは、K3 の直樹の母です。Hello, I'm K3 Lola's daddy. La escuela es muy divertida. 大家好，我是李木染的妈妈。木染自从来到了钻石山灵粮幼稚园，她的学习更加积极主动，而且由之前的内敛变为现在的自信大方。灵粮老师非常重视孩子的潜力发展和孩子的个人需求，健康快樂的成長，而且輕輕鬆鬆地習得了2文3語。我哋好鍾意學校俾我哋家長入嚟學校，仲有機會教小朋友添。靈糧大好き，我好鍾意我嘅學校啊！大家好，我係文燕媽媽。學校經常都會開放校園俾我哋參與活動。啱啱返學嘅時候已經有好開心嘅迎新日，老師安排咗有趣嘅活動同埋環境。走嘅時候，仔仔仲問我幾時可以再返學。K1 嗰時，記得學校舉辦咗與童共樂，我哋同小朋友一齊整蛋糕同埋唱歌玩遊戲，大家都好享受。見到小朋友返咗咁短時間就適應到返學，我同爸爸都覺得好感動。到咗 K2 同埋 K3，我哋仲會輪流返嚟學校做家長老師，唔單止可以一嘗為人師表嘅滋味，仲可以更加了解子女喺學校嘅學習情況。
大家好，我係上低月楊海晴嘅媽媽 Natalie。除咗小朋友鍾意返學之外，我哋家長咧都好期待返學，因為我哋有機會參加學校唔同嘅活動，享受快樂嘅中年。學校會舉辦好多唔同嘅活動，亦都會邀請我哋家長一齊參加，好似靈糧童星賀聖誕、靈糧花市、親子運動會、親子遊戲日等等。老師設計嘅活動咧好多元化，亦都涵蓋到唔同範疇嘅知識，創設嘅學習環境咧亦都充滿趣味，令到小朋友咧非常之有好奇心，自然然咧積極主動咁樣學習，真係貫徹靈糧玩住學、學住玩嘅精神。萬燕哥哥，我哋幼兒班拍球王比賽破咗新紀錄啦！哇，你哋好犀利啊！之前最高紀錄保持者係高班哥哥，佢拍到310下添啊！你要向住呢個目標進發啊！好啊，我知道高班哥哥姐姐仲有好多好玩嘅活動啊！係啊，你睇下，佢哋仲去咗2日1夜嘅畢業營，唔使爸爸媽媽陪住都玩得好開心。佢哋好叻啊，樣樣嘢都自己做，我都要好似佢哋咁啊！唔止添啊！畢業禮嘅時候，佢哋個個都充滿自信咁喺舞台上表演音樂劇啊！哇！咦？點解有個閃靈靈嘅寶盒嘅？呢個寶盒好珍貴㗎，裏邊裝住咗聖靈果子同埋開心星小裝備。學校一直有教導我哋要有仁愛、喜樂、和平等9種聖靈果子，大家要代搵佢，帶埋佢上小一啊！至於星小裝備呢，靈糧幼稚園由 K1 開始已經從日常課堂深入唔同嘅生活元素，為小朋友輕鬆咁迎接小一。學校亦會舉辦唔同嘅星小講座，解答爸爸媽媽嘅問題，仲有小朋友最中意嘅小一體驗課，對星小好有幫助。家長可以完全放心小朋友嘅適應問題㗎。文燕8年前都好似大家咁係 K1 寶寶，而家佢已經5年班啦。諗翻起佢入讀小一嗰陣，完全冇唔適應嘅情況。返咗學冇幾耐就成為咗學校嘅小幫手，仲成日幫學校做小司儀，一有時間仲會返嚟靈糧做小老師添。呢個寶盒係咪好犀利呢？恭喜你哋成功完成挑戰啦！你哋嘅經歷將會成為你哋寶貴嘅學習體驗。享受快樂嘅童年係孩子嘅權利。小朋友每一日返學都充滿驚喜㗎。係啊，學習唔一定有遊戲，但遊戲中一定有學習。學習係一條好漫長嘅路，只要你哋扎穩根基，將來必定可以輕輕鬆鬆行得更遠。各位家長，培育小朋友成為一個積極學習、充滿自信同埋具創造力嘅未來主人翁，係需要家校同心，攜手合作。